长，今是听你最新隆大大欢喜的日子，请听长较早起来准备。请听长先洗一下身躯，衫裤我下只。嗨。 多谢你救我。哦，这个好耍哦，哎呦！大姐嘛，你耍啊够爽。什么你大姐？我啦。是你哦。没事，呀。刺客，刺客你做位？睇到你嘅脚精稳哦。有兰花，我错，有兰花还阁无死咧。哎，早起走来我房间，甲我行刺就是兰花。台长，加歇困两工就好啊。 你甲传地，毋是已经抓到药兰花啊？你毋是伫我面头前瞪耳孔，瞪到要拉落，讲叫手塞对药兰花，是安怎伊阁活跳就出现伫我面头前啊？这个代志伤较奇卡啦。奇卡啦！全部是一阵笨汤、笨手、八嘎咯！听到我这个代志。 我魂力出鞘，尻川嘛受着伤，我魂不得将你破作两平。听到啊！我才听到了好一命，听到，我托你用这条命是听到的，听到你的大婚大弟，我一定要报答，我一定要报答，多谢听到，多谢听到，听到。 已经超过中昼，那无看飞机要来抓人。那是恁两个？哦，恁两个哪斗阵的？啊？素云啊，你做你安啊，你无代志后，我保证哦，绝对无人敢过来砍你一支头毛啊！我看即摆外口已经足平静啊，你应该无代志。哪有一定？现在知影剧本，等下是毋是要传人来？ 袂啦，迄个姜本哦，即摆脚诊都已经开花啊，无法度人来啊啦。我，是毋是恁两个人共动什么骹手啊？哎呀，迄个姜本啊，讲什么咧威风凛凛啦，我倒仔囝的哦，爱向对脚诊都倒落去，共款咯，我是变一个孙啊。
原来是恁两个人出手玩斗相共。啊，即摆无代志，无是咧哭安怎的啦？你若无要脚早转来啦，害人我要惊死。一日当遐碎念来行甲破去。阿妹，我知你真勇敢啦，嘛知你规暗的心情你是甲安尼安，搁干那要安慰我、保护我，完全无顾到你家己的危险。即摆无代志啊，你才知影通要惊。阿妹，多谢你。你讲咩？爽文啊，我吼总算做着一件好代志啊！你看我即摆这个型吼，安尼有亲像玉兰花无？我吼是毋是才算是一个英勇好汉？你是玉兰花？你讲啥物？玉兰花无死？陶老师，你莫甲我讲算笑，无可能！我骗你要创啥？我毋是吃饱受用啊！哎呀，安尼我就糊涂啊咯！那你讲起来，要上要参好，伊毋是玉兰花，要来真正玉兰花到底做位咧？古实讲，假使讲玉兰花有其他的人，要来这声咱所有人性命财产，毋就是搁再受到威胁无咯？无啊，陶老师，咱到底是安怎样啦？啊，我想起来啊，迄天哦，伫家楼内底，廖常甲我讲，伊讲哦，玉兰花我永远掠袂着，玉兰花永远也袂死，永远活伫台湾人的心目中。安尼我啊，好，我这我都想这个啦。听讲姜本大人互人刺杀受伤，我应该来去看一下。对，你也紧去哦，先去先赢，慢去食无啊。讲这姜本哦，我著规巴肚火，伊是足骄傲、足孤僻的。无像以前的传人哦，遮尔好斗阵。你想看卖？我属我传家之宝，拍到伊面头前呢，连看者无看者，连这关爱眼神花着无，我是足闹气。哎呦，你嘛免怨叹啊啦！你不过三不五时甲抱者甲捧者，我毋才衰卡。爽文，你也给我一个答案啊！我伫你心目中到底是毋算是一个英雄？是，当然是。英雄，你毋知使放手无？你讲的哦，啊我哦，我即摆吼已经小出来变英雄啊咧，啊，今朝先拍算吼。什么拍算？甲我同房说做对啊！你放手啦！启明，你替我解释，我真感谢你。啊，你的温情，我嘛一定会报答你。但是温情甲爱情，你袂用两人做伙啊！伊也毋过，你讲你上欣赏亲像玉兰花款的英雄啊！啊，我为着你，我无惜一切。哪有倒一个英雄，伫咧迎接重击的时阵，伊共讨人情。啊，那安尼玉兰花救遐尔济姑娘，那安尼每一个姑娘心中啊，计做大官是细。也毋过，我爱你是真实的啊，爱着较惨死啊！你死卡孙早又过来啊！啊，哎呦，玉兰花啊，你哪个伫咧遮啦？你是出门被人掠去死的哟啦！你紧避开啦！你安尼是咧创啥？看着我就美，你做菜心虚啊！出来啦，卖味啊！参像你这种遐尔阿爸的大官吼，用你家己的款式伫咧变婚，什么人可能你拢会比起来？恁查某人喙真来哦，若不是阮兄弟有介意，恁爸才无互你遐好食困。要老无是要安怎啊？有代志做一摆搬出来啦，莫咧找空找旁要来遮嘛。厅长的丢人爸，火气莫遐大嘛。等恁查某囝变厅长夫人啊，咱就是家己人啊，对无？咱定定要见面的啊，吼！我起来是替阮厅长解释一件代志啦。本来是昨要来迎出的，啊，毋过吼，啊伊就有小可代志，安咯，就厅长透早起来的时阵吼，啊就尻川啦，洗地床啦。迄尻川吼，会疼，伊惊无法度好照顾新娘啊，所以讲哦，将婚期延后。啊，等伊哦，尻川迄个地床若好，才好好来迎娶新娘，互你一个交代。啊，这叫做报应啦！啊，
娶到遐尼济某吼，毋是敢若会生痔疮哦，还佫会败身。你讲啥？你敢对大人无礼貌？孙查大人，要若生痔疮吼，我好表师上来行，有需要我去甲看一撮无？免，我已经请台北城上好医生甲看，马上就好啊，应该会使互恁一个交代啦，吼，恁拢有听清楚吼？呀，哼，迄明明哦，都尻川破一空啦，讲是啥物生痔疮啊，吼，笑死人闹鬼闹堂。卡生破一工总是会好啦，啊若好伊讲要安怎？你哦，假无用的啦，乃无爱吼对伊的心肝骨力，就安尼甲堵落去，啊你对伊的尻川是哪有效啦？啊，我都头一摆吼，伤过紧张，无经验啦。好啊，即马讲遮拢无路用。我即马是咧烦恼你哦，你的安全上要紧的，你家己若出去吼，你家己较细致啊。对啦，启明，尤其是你讲话较谨慎的啦，莫当开嘴合嘴，啥物玉兰花影响好啊？你会叫人听到哦，你是叫人来管，你知无？好，我知啦。会听呢？较轻好无？是。阿廖，我安尼较袂听吼。中午茶了，哎，中午茶了啊！哎，着上才是，我甲伊杨金忠订这电话要来互你报啦。你哪会知？什么时阵拢传出去啊？阿廖，你莫误会啦，绝对毋是我讲出去啊！我嘴哦，足暗的啦，你卡真去用代志倒这个代志吼，我吼绝对袂讲出去，甲你民主有足大的关系呢，我一字都袂讲。是啦，大家拢真关心哦，听到你的安慰哦，绝对无乞笑的这原因啦。乞笑？啥物人敢甲我乞笑，我就会死。是，一大大公道，该死，该死。还有啥物代志无？若无，我有重要的代志要报应啦。我是专工要来贡献一点小小的个人的智慧，大家参详看卖，看咱有啥物办法呢？早日将这真正玉兰花哦，甲抓起来，会当替大人你挽回一条面子。你有啥物好意见？我意思是讲，提高赏金啦。这金钱在人生中是上界海通过这考验，敢毋是？好，奖金搁再提悬，看历史的记录，300块，嗨！这么苦，这个强本，才就任无几工尔，就这么阿爸，你甲咱台湾人当做啥话？生落来，都爱互伊安尼糟蹋，都爱受这种侮辱，一口气，我吞袂落来啦，我吞袂落来啦！大呀，你甲冷静，你莫安尼啦！你莫管啦！我唔敢甲你讲，我就是惊你牙讲，啊你即摆讲安尼？所不管是这么大的代志，我袂当对伊的身躯边去斗相共。有时阵，我讲一寡话来刺激伊伤伊的心，我实在太不应该。你若咧讲，我就唔爱。你心内竟然遐尔爱爽，是安尼大家以来，你拢无爱插伊，拢要去坐面镜互看，有代志你要甲赶走。我爱对我想过，宋姑娘啊，伊毋是一个软正的人，伊啥物苦袂当食。你唔知啦！
来拖累伊啦。你也知影，我的目睭准也袂好，我永远就是一个痴迷，永远就是一个残废，是要咱来去照顾伊。算讲我的目睭会好，我的身上永远都排一个玉兰花的罪名，含阮的遐冤仇爱过。我永远就是一个漂泊世界的走路人，我是要咱好好来去照顾。既然安尼，我何必耽误伊？大海，你安尼讲我就无同意。好，就算讲你目睭青的，啊无是要安怎？世界上有偌济人亏卡半想，都要无赚过日子啊！伊毋是讲我勇敢行起来，敢像你安尼？好啦，就算讲你永远爱做一个走路的人啦，但是只要你甲宋哥两个人有相依啊，吃过苦，迄个滋味哦，嘛是长甘面甜的，你知无？要我伫树面上输跳的时阵，我做明个去斗相共。我不是查某囝，我不如客面，客面过会当为着伊咧半死死。啊我敢来人比伊遮自谈自怨啊！谁讲的？我明句讲会用的就用的啦。大海，只要你好好调养你的身体，甲骨力食药啊，甲骨力练功夫咧，我相信你早晚一定会好起，一定会恢复你甲你的信心啦。杨大，其实阮大家拢在期待。记得你变回较早阮心目中迄个英雄，拼命来玉兰花啦！打过来！这边，你这边，来。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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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边啊！大你要紧嘛！大，你唔通放弃。大，我会记得较早有一个盲剑客啊，伊就是因为目睭看无，用伊兄来代替伊目睭，共款的轻劫中去，走条江湖啊！任何物件，你喺空气中一定发出声音的，像讲，这个滴啊！哇！一定发出这种声音啊！水有水的声音，脚步有脚步的声音，像拳头本要出拳，上尾嘛个空气，甲啥声音？嘿，你看，像你了啥嘛？甚至讲，你会当用你皮肤去感染，就讲四周空气的变化。大你千万唔通放弃，咱搁继续练，啊！来啊！哎呀爹啊！你个爹啊！我即嘛吼，要爆你两拳哦，佮斩你一骹。咪姑啊，你那侪人你食果子，无要请我一下？哦，好啊。
来啊！歹势啦！不要紧啦，来，过来了。哦，好，你讲的啊。来啊！来，过来，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！过来！快，这个三个做回来哦。过来！对吧？有进步呢。哇，都对耶！我落地送满天，干风雨后对秋眠。姑苏城月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多客酸。走魂，点点，点点，点点，走魂。点点，我听你过甲我讲，我拢知影。无论以后你是毋是变痴迷，也是一个倒犯，我拢要缀你。天边海空，我拢要缀你。走魂。点点。你看，这玉兰花无死呢，真有啥物稀奇啦？玉兰花神通广大，会飞天会种地，哪可能简单就掠到咧？哎呦，安尼厉害哦！哎呦，做我哥哥伫咧搭波人，看是玉兰花。哎，你看，赏金300块呢！哦，这日本狗一定是假公啊！唔得做遐尼悬的计数，要掠玉兰花。哎，300块，会使买2栋老厝了。个新讲嘛，会使买2栋老厝啊！是人拢看无呢。对啊。哦。真是加入水缸，搁一盆栽，是上坑的。物件。
上金300块，上金300块。副台长，你来。副台长，这查某讲捡到摇篮花的无名君，甲凶器。摇篮花？伊人伫倒位？人伫倒我是毋知影啦，不过我当决定讲，伊伫阮兜附近出现呢，这就是伊留落来的物件啦。无名君，凶器，你拢捡？就伫阮兜迄大酒店边仔迄个水缸下底啦。大人啊，我若要摕这吼，按迄水缸内底摕哦，哦，有险去闪着了。水缸捡的？对啊，阮祖公也保庇啊，而且互我趁这条遮尔大条软啊钱。好，你先走。无咯，我赏金300块袂摕着呢。啥？这本数要领赏金300块，人哪袂领着的？就讲算阮人无掠着，至少这物件嘛计来你150块对无？好大。啥物150？你是来揢油的？走啦！哎，无啦，走我来赏金啦，来来我赏金。 300块回，嗨！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300块。宋姑娘，这条布真正绑来就看有来啊。这段时间伊拢按时食药啊，搁好好调养，应该用8落看卖啊咧。哎呦，你安尼讲吼，我真紧张呢，嘛唔知绑来看有啊看无。美姑啊，来，看有看无，总是爱面对。来，摕落来。来。哦。 爹，你目睭慢仔闭紧看卖咧。大啊，你有看到我这面规面无？慢慢来，别紧张，慢慢来。大啊。 少魂，美姑，美姑，美姑，你看到我来啊！我来当看到你啊！你真是有看到？我真是会当看到你啊！你甲伊早赶快赶快，少魂。爹爹，你莫紧张，你即摆慢慢行，我讲较清楚咧。好，好。 人看到，人看到，这几间厝，人看甲做事做。美姑，对，我看到啦！我知，我真是不敢相信，我目睭好啊，我啥拢看到啊，我啥拢看到啦！爹爹，爹爹！ 我看到啊！我看到啊！我看到啦！天天，恭喜你！少魂，少魂，少魂！少魂，多谢你照顾。在我上个心急、上个绝望的时阵，你搁赶快陪伴伫我的身躯边。亲像你这样好的查某囡仔，我是凭什么竟然会得到你的爱？我感觉我是世界上上个幸福的人。天天，你做人遐尔正直、光明磊落，坚持家己的理想，无向不公不义的代志过来。亲像伊这种查甫人，当然值得我尊敬，值得我爱啊！少魂，天天，
堂爹。天明啊，你看，阿母尾下转来，啊，尾下你大鱼大肉倒转来，今仔日切炒一个啊！啊，还有肉，还有鱼哦。母啊，啊，无咧过年过节啊，爱想讨济啦。无咯，启明啊，咱从以前咧开始哦，大家都亲像过年同款，拢大鱼大肉通食啦。咱免做甚了啦。启明啊，为今日开始哦，咱母仔囝哦，食穿拢无问题啊啦。母啊，咱借问的吼，每时捡到金仔哦。无咯，这钱金仔更较好哦。我甲你讲哈，迄玉兰花做安尼面具啊，较重，放伫咱水缸内底呢，叫我敲着啊，我提报案咯，赢奖金300块啦！好咯，启明啊，你叫高兴，你要走倒啦？因为你的报案，阮来调查，还有人看到伊鬼鬼祟祟遐出现，即马现场叫我涨着，你有啥物话头讲？你都是行话。因为你的报案，阮来调查，还有人看到伊鬼鬼祟祟遐出现，即马现场叫我涨着，你有啥物话头讲？你都是行话，不是啦！大姐啦，我后面后面讲明，我假的啦，我假面叫人做啦。卖讲遐济，拿走！好啦，别啦，下来！害死你后生启明，你知唔知？我嘛掠着讲是，迄个咱会大十股做完了，将迄个物件藏伫我门口的水缸内底。我摕迄物件哦，等于想要去领奖金无？阿姨，那是久久见几个人，即摆启明连平开机会都拢无啊嘛。你是要安怎啦？你是要安怎啦？你是要安怎啦？死好啦！谁叫你遐尔啊歹心？这种出卖人的代志吼，你也做会出来。啊，迄个乌心肝钱，你也摕落去，吼！哎呦，我的心肝囝，我的启明啊，我的心肝囝，哎呦！啊，母逐工都小好样哦，是啊，咱做工做歹，咱无保庇你啊，哎呦，启明。迄毋是做工啊，无保庇。这哦，是你的现世报啦！谁叫你当初时候要遐尔现实？然后股票在后壁出代志尔，你着马上反面吼，走到就清不灵，即摆电都害着你家己啊哈！谁要来说怪我啦？我是一个查某人咧，迄款是人头落地的代志，想袂惊，想袂惊。哦，对吼，啊你即摆出代志啊吼，我嘛足惊，拜托你紧走，唔好甲阮牵拖着，拜托拜托。好啊啦，煞煞去啊啦。你若已经讲我到安尼啊，你就莫搁讲啦。阿婉啊，我大人都已经跋落水底啊，你敢讲要对头家搁家己有定位心？人启明嘛是为着要救素云才做这个代志，无论安怎，爱看在家人份上，再甲尊重人3分啦。哇，后壁，你即摆讲啥物？啊？廖花姊啊，你真好，你是一个真有志气、真勇敢的后生。哇！启明伊为着爱素云，伊无惜着一切，冒着性命危险去行刺强本。你讲启明去行刺强本，伊毋是冤枉？
电话机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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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。大文，什么代志这么急啊？系啊，来跟我穿平平。启明出代志啊！你天哪，敢有这种代志？家己老母为着要领伤轻，走去民国，怎可能家己后生？哼！你句的，阮阿姨为着启明的代志，已经艰苦哭到昏去，你莫阁骂伊啊啦！这外来统治者利用人性的弱点啦，用钱来诱拐遐戆百姓，实在有够可怜啦！阮阿姨敢若有启明这个孤囝，自从阮因流死了后，伊一个查某人辛辛苦苦甲启明饲到遮尔大汉，伊甲所有希望拢放伫启明身上，即摆阁发生这种代志，看要安怎着好？讲起来，启明吼，拢是为着你吼才来出代志的啦。若毋是伊哦，你早就迄个宫本哦，拆只落北啊！算起来，我阁欠伊一份情呢。不管遐多啦，即马先甲启明救出来，较要紧啦。你是要安怎做？敢讲你要用你的性命去换启明上？大爷，你千万唔通这种想法啦！若有吼，我明姑头前无答应啦。恁大已经为你牺牲啊，你免搁离开阮啦！啊，根本我的命重要，启明的命就无重要啦。我不管啦。哎，大，你较冷静的，咱吼爱好好计划者，一定有好的办法啦。你唔通袂记，你的性命是恁大用命甲你换转来，你要好好珍惜啦。哎，是。我姐啊，你精神得了，安尼上拄好。来，像我下我吼趁小啉落，等下吼精神的加照，吼。来，阿爸，有啊。好。阿姨，我请你食药啊。我你个想干，你叫天命啊！你无一定会死，你要受你歹风浪去啦！哎呀，吴天明，为了要叫你查某囝，你气到口丢咧，你是死人是啥物？哈！你这狐狸精的小偷！不啊！你给我你老死了，气死我老死！你害死我老死！是谁害死你害死？是你！是你家己贪心害死你后生的，你莫看得掉，咱怪所有人看得掉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你这死查某鬼啊！哈！你若爱查某，去啊，去带你日本佬斗阵啊，去叫阮囝转来啊，去换阮囝转来啊，去啊，去坐咧车顶啊，换阮囝转来啊！哈！狐狸精是好查某，你给我记啊！好查某，死我啦，好查某啊！唔食查某囡仔。遮尔暗啊，你毋困一个人，才想啥？我是雨水，是我害启明，我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互阮阿姨欢喜？哎呦，迄个
个小查某话袂听一日啦，啊伊自底就是安尼啊，开喙吼就要吓倒人。即嘛一个知影讲吼，启明是为着你才去用掠去，啊大安尼养白白啦，拜托你。不管安怎讲，我嘛应该负起道义上的责任。你是要安怎负道义上的责任啦？遐拢是有权有势的人了，搁还爸爸，讲袂就是袂。啊，你是一个软脚查某呢，你搁会当安怎？即嘛毋只是启明，可是我若无出面，田中嘛一定会出面，安尼嘛会去害着田中。可是我若出面，无条条代志就圆满了。即嘛毋只是启明，可是我若无出面，田中嘛一定会出面，安尼嘛会去害着田中。可是我若出面，无条条代志就圆满了。哎呦，莫搁安尼乌白想啊啦，遐尼暗嘛好困啊啦，明仔载烦恼吼，咱明仔载爬起来再来烦恼，吼，行啦，莫搁想啊，安尼想你是会迷茫了，吼。哦，素云姑娘，你缀伫我尻川后洗创啥？我是讲一件代志，想要拜托你。哎呦，唔敢唔敢，讲啥物拜托？素云姑娘，你看会起我，主动来找我，我都不得了呢，我担当袂起。你毋是讲听这个代人真介意我？迄哪着讲问？啊若无吼，为你准备的婚礼甲聘礼，毋拢装笑的。啊那咧，到即马为止，强部厅长伊敢有改变心意？这哪有可能？伊想要食的一块肉，若无去互伊摔着，伊是绝对袂死心的。啊，哦，是你等妹夫啊吼，你搁小忍耐一下，等我厅长的尻川哦，会治床，真紧就好啊，会互你一个好消息。我是讲，你敢袂用较紧甲我安排，互我来去见？你，我已经等真久啊！我伫咧想讲，我甲伊早晚拢是同一家伙的人，我较早来看伊的详细嘛是应该啊。这有淡薄仔困难哦。你的牵绳，我永远都袂放袂记你。这我会当做听长代理的第三仪态，有你的好处。你即摆来找我，都对啊啦！听长哦，即摆心情好，有人会搁掠着啊！这个代志哦，交我去处理，绝对无问题啦。第三位。你要安排素云姑娘来甲我约会？是啊是啊是啊，不过厅长，我是有喙哦，讲啊无烂呢。伊听讲哦，耳孔啪啪，嘴巴开开哦，看那流喙烂擦擦伫顶头呢，叫我感化。你的功劳较大不是啊，厅长啊，小的办事不力，代理受难受苦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我问你，到底是你安排伊来甲我见面，还是伊主动要来见我？这是素云姑娘主动要来见你的。哼，我就知，你讲的甲伊讲的差偌济，你敢知？是，差少济。啊，我叫伊莫来啊，叫伊莫来，叫伊来。我看伊到底要比啥物网。